大周天、小周天都是小道，炼阴神、炼阳神，最后皆落空了。到后来大限到的时候，不能做主，黑暗暗，昏沉沉，哪是家乡？到此时方晓得有为无福，才后悔生前时传授平常，才后悔，哎呦，我怎么修到结果是这样子？才后悔当时生前的时候传的那个原来是这么样的不是真正的超生了此的法门啊！上天道不分先后，达者地上，道理真，凭据真，才能收言。俺如今参明了天人一贯，会三教，通万法，一目了然。众道友不要贪恋小道之主，性中物，命未传，难逃劫缘。你纵然是领悟了，但是没有得到天命名师的真传，也没有办法躲过这个劫难。一人真，万人真，同登彼岸；一人假，万人假，同对意见。现如今杂法千如万组，都有机，都有盘，都有佛仙了。所以各位先生不要说，哎呦，那个老师也这样讲啊，那个是老师啊，那是观音菩萨呀，都有机，都有盘，都有佛仙，大家知道吗？所以不要随便跑，不要随便听，修听学人什么劳酸益满呢，让妄念不要生这个念无生理合天，性合天真收言只有一，言无二理。理合天，性合天才是真权嘛。所以自性不言，忙外办，道时恐易最忧民。只有办道没有修道也是不可以的，叫做修武不修道。度人没有度己也是不可以的。弘法不知自性悟，身外说法是下流所以弥勒的净土，奉献没有条件，牺牲不为自己尽义务没有权利的，付出不占有的我们的弥勒的家园的人没有压力，但是每人都很尽力。弥勒家园的人都很谦卑，很感恩，柔软，同理心也不计较，讲话轻声细语，随喜布施，心量广大，无私无我，不怕麻烦，上合天心，下合人情。而且弥勒家园的人都是推功揽过，随顺因缘，无怨无悔，心甘情愿，法喜充满，而且都一道同风，不分彼此，见到什